今日係5月9號星期五，幫講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睇一睇美國嘅前景係有幾多暗湧。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喺4月2號宣布對等關稅以嚟，國際之間關心嘅係邊個會成為代罪嘅羔羊。事隔超過1個月，美國時間5月8號喺特朗普心心念念之下，首個同美國達成貿易嘅協議國家終於出現啦。英國甘願獻身，世界矚目。根據公佈，美國雖然會維持對英國貨品徵收10% 嘅關稅，但係英國出口美國嘅汽車關稅就會由27.5% 下降去到10%，每年限額10萬架。而本嚟向英國鋼鋁徵稅亦都會歸零。至於英國就會向美國牛肉、乙醇、農產品開放市場，並且加快商品嘅通關速度，亦都會購買價值100億美元嘅波音飛機。有國家願者上釣，咁係咪代表美國嘅關稅政策再無隱憂呢？假如你有呢個諗法，只可以話少年你太年輕啦。首先，所謂協議細節仍然有待落實公佈，嚴格嚟講係偷步公開，目的自然係想穩住動盪不安嘅民心。其次，美國喺貨品方面對英國有超過100億美元嘅貿易順差，按照特色邏輯，本來就係美國享盡好處，而家喺所謂協議上面小修小補，並唔妨礙美國獲利。達成協議，咁究竟有咩出奇呢？所以喺達成協議上面，英國對其他國家根本起唔到示範嘅作用，除非有國家自願俾霸權予取予求。更何況歐盟喺5月8號亦都放話，如果同美國嘅談判破裂，將會對總值950億歐元嘅美國貨加徵關稅，牽涉嘅係美國嘅葡萄酒、飛機、汽車等等。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將會喺5月9號至12號出訪瑞士，期間將會同美國嘅財政部長貝森特接觸。雖然係咁講，但係中國態度嘅強硬，足以令到兩個就關稅嘅談判充滿波折。講得白一啲，美國幻想嘅萬國朝拜實或未有一撇，反而所謂達成貿易協議，未見其利先見其害。美股波動、美元趨弱，甚至係通脹壓力，令美國國內質疑、批評特朗普嘅聲音越嚟越強烈。英國下季未有立竿見影咁令美國走出陰霾，關稅之路上嘅陰晴不定，特朗普嘅管治勢頭，調調揈事啊！